政治界的大消息，咱要先来关心的，就是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甲民众党政治献金案，对郭文哲提起公诉是求刑28担半。这检方是认定郭文哲等人，伊是甲人占超过6000万的政治现金，佮发现引用众望基金会800多万去付员工的薪水。这金华城案甲政治现金案加起来，郭文哲可能已经摕9000多万啊！但这两案的资料拢已经送去到法院，目前是等咧开庭。决定这郭文哲、应晓薇也佮有申庆金等人，敢会继续来受压。那本件陈审法官是魏武，是检方移送148宗的卷宗，法院开始抽签分案，选出负责的个别，要决定在押被告。民众党主席郭文哲、威经集团主席沈庆京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、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，含前瓜经总财务长李文忠5个人，敢要继续羁押。北检起诉的两大案，除了金华城案，另外一项就是民众党的政治献金案。马团东信集团总裁王玲玲、文化东方的董事长林明群等人来作证。检方认定郭文哲甲正常名流的捐款拢总侵占，家己用无欠入去政治现金的专户。在内顶唱歌跳舞，对募款演唱会 KP 秀，接搁到募款小物，郭文哲拢互北检控诉讲，民众管的只是政治现金，但是金流刷拢流去募款公关公司，有几千万这么多，毋但涉嫌公益侵占，各方认定讲去摕众望基金会800多万，用来纳竞办员工的薪水，涉嫌背信。这个风暴嘛，烧出郭文哲的政治现金专户申报的内容不实，对郭文哲、李文忠、募款公关的负责人李文官、会计师段木正，拢涉犯公益侵占、伪造文书等罪嫌，封起诉。包括政治现金含金华城案，北检经过要7个月的侦办，约谈上百个人9案来说明。其中嘛包括立委黄珊珊和郭文哲因某陈培琪，这么专案终结，检方嘛向法院来追扣，也是追纳郭文哲的不法所得有9300多万这么多。郭文哲除了要面对刷落来的司法审理，防指控的北市科案、第一果菜鱼类市场台地公案和南港转运站 BOT 案，因为有真侪件案件，检方正在持续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